由你们来叫他出来好吗？要很大声才听得到哦。很大声，记得来我说喽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徐宏凯。全场的尖叫声虽然没戴口罩。 我是住伫岐山出世的囡仔，请互我一个掌声，望我过年。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，现场的贵宾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，真正朋友，大家晚安。今天非常开心回到高雄，我每一年到今天，从我出道到现在，每一年都有参加到我们正声电台的活动。 我算是模范生，我跟纪录小老师一样，请给我一点热情的感受。真的非常开心开心。嘿。我没有见你们头发多么剪短，如果这个发型觉得还不错的话，也给我点尖叫声。 乐队老师也很辛苦啊，这件事也要点掌声加尖叫声。还有现场我们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也很辛苦，一样尖叫声加掌声嘞！
呢，带来这一首最近台北容易热的雨，我做怀念高雄的天气。大家热阿三我袂打，我就乖，所以他还是想米酒会，把你带来凶哦，谢谢米酒会。这首歌有一个动作，如果有听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两个字叫做宝贝。阿姨帮大家破比这个爱心的，好不好？各位你爱心，我看一下全场一起，谢谢你们，二楼朋友。吹啊吹来人无我，不知了阮的伊敢有加下啥？天夜的天气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无的心情，可是三万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都是靠比如说我们正式的活动，我才可以回到高雄跟大家见面。那呢，希望呢今天大家听到我唱歌，还是讲一歌前辈唱歌，希望跟其他人就欢喜，然后呢带着一个很满足的心回家睡一觉。谢谢你们。
接下来呢，如果有到其他台的那个正声电台的活动的话，应该都知道我接下来要唱的这一首歌，应该是今夜搁在想你。那同欢迎。我觉得今天我们唱的往往是风野味。这首歌因为注重被一群大哥封麦了后，做少人唱伊的歌。虽然今夜搁在想你嘛是原主唱，毋过今仔日嘛是要搁唱一首伊的歌，叫做《你是我永远的乡愁》，送给你，谢谢。永远。
刚刚呢，在我前面这一位前辈呢，也是记录小老师。今天我要再度跟他在这个台上呢合唱一些歌曲，用你们最热情的掌声，欢迎记录老师。来，你要讲的是阿嬷，我想应该是恁个来国宝，对不对？阿叔看阿嬷。我跟你讲哈，各位贵宾，因为我讲嘴，我拢足坦白，我虚岁85岁啊。可以吗？所以我注意啊，我在家旁边讲对啦。哦，你漂亮，到对。啊，即摆就是讲，因为我遮济岁啊，我想要传承给一个真乖卡、真有前途、真有唱歌的幸福啊！啊，个时代是咱的多样的人，对不对？我要传给他，我们来弹起来唱歌哇！好吧，是来。哎呦，过来连续青春亮。大家扬起，大家到你头啊！现在。
心底，爱是孤对，我的希望只有你。啊，我就是原来的，我比乌条，天话来去无悔。来哦，红阿妈一个掌声加尖叫声的哦！谢谢各位大家，谢谢。是原来声，我比春风，双双拍手歌声，春风吹声，我的心肝，你的心肝，心肝热拼，心肝热拼，相爱相听，我的希望。有爸有兄，我就是原来声，我比春风双双拍手。花香。还有纪录小老师，谢谢，精彩吧？